各位主內嘅弟兄姊妹你好，我係寶儀。咁喺呢兩日，我諗大家喺香港或者唔係香港嘅朋友咧，都會因為大埔火災呢一件事覺得非常之震驚啦。亦都陷入一個悲傷啦，因為好多人傷亡啦，亦都有一啲好不安嘅感覺。我希望可以藉住呢一個嘅 video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嘅少少嘅心理急救嘅知識。咁希望可以作為大家呢段時間嘅一個 support。咁首先咧就係天主咧賜俾我哋個身體咧就係好聰明嘅。當我哋遇到一啲好大嘅事情或者一啲令到我哋壓力好大嘅時候咧，我哋身體係會作出一啲反應去面對呢啲壓力。咁譬如我哋可能會感覺到頭痛啦，或者身體會顫抖啦，或者我哋會失眠，冇胃口。咁情緒上面會有悲傷啦，有易怒啦，或者係焦慮啦、不安啦等等嘅情緒，甚至夜晚咧係會發噩夢嘅。咁呢啲其實係好正常嘅。當我哋遇到一啲好令到我哋衝擊嘅事件嘅時候，我哋身體機能就係會有咁樣嘅反應。咁通常咧頭嗰幾日咧係比較嚴重啲，但係你唔使擔心，唔係代表你比較軟弱，你個人唔夠堅強，呢個係正常嘅。佢係會慢慢個身體會 decrease 呢一個嘅 symptom，大概 within 一個月裡面咧，嗰個情緒或者你而家感覺到嘅嗰份不安啊，或者你個身體嘅狀況咧，會慢慢消退嘅。咁喺呢一段時間你可以做啲咩咧？其實係最緊要係照顧自己。咁點樣照顧自己啊？第一咧就係唔好俾自己不斷去睇呢啲新聞，因為你睇呢啲新聞會繼續係刺激到自己嘅情緒。第二咧就係唔想食嘢都要食嘢。可以食啲輕啲嘅嘢，食沙律啊，食粥啊，一啲 light 啲嘅嘢，但係你必須要保持自己身體有力量，特別係喺一個咁大壓力嘅狀況之下咧，你係會消耗好多好多嘅能量嘅。記得要飲水啦，同埋一定要俾自己好好休息嘅時間。我嘅意思係，可能你會覺得你失眠會發噩夢，你唔想瞓覺或者唔需要瞓覺，但係其實你係需要身體係休息嘅，即係你係必須要躺喺你嘅床度。咁因為喺呢段時間，你嘅腦啦不斷咁樣去認識或者 organize 你嘅 thoughts，你嘅身體咧都必須係慢慢用咁嘅方式去調節，所以最好可以瞓到7至8個鐘頭。縱使你係失眠都好，你都攤喺個床度 relax。